个想法，我想很久了，但我觉得那时候我在高雄就很激动的就跟很多听众朋友承诺，我想说母语歌很少人听过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原住民的事情，如果还是原住民在做，就真的就很小，那样力量也很小。我很期待有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的，就是你会认同我的。你看现在今年得世界法国面包第1名的是台湾人，而且他是用小米酒的酒酿做法国面包的酵母。如果他没有认识原住民，他应该没有机会碰到这些事情。我的想法，其实这事情都可以跟很多人分享。很多小吃嘛，可是大家只有看到山酥啊、石板烤肉，可是还有很多很多。然后服装啊、艺术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像你喜欢日本人，你会听日本歌、看日本偶像剧、吃日本的料理，可是你不是日本人，可是你还可以做这种事情啊。对，我们都会哈韩嘛，对，韩国人偶像啊、明星啊、电视剧听不懂韩文没关系，吃韩国泡菜，最后跑去韩国旅行。那你们可不可以哈原住民这样？对，哈阿美族这样。这我的想法。我们都一样，只是我没有变成偶像而已，可以让你们哈，我可以摸彩而已，还可以出国。但慢慢的会，我觉得这个力量会汇集起来，因为我看到张惠妹做阿密特，我很感动。可是我看到魏德胜，他不是原住民做赛德克巴莱，我更感动。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是被大家知道，没有机会被分享，没有浮到一个台面上。要不然其实原住民这么多族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然后就你用一种哈韩哈日的态度来看我们这样，我都愿意接受，因为我很想当偶像，唱阿美族的歌这样子，这是我的想法。然后最近有2个事情，除了多伦多节趴跟简单生活节的开场，12月18号去预告一下，18、19号2天我会办一场。是母语的演唱会，你们就当做一个韩国明星来这边看演唱会，可是很简单的是，就是你们可以邀请你们朋友来，因为不收任何门票，好不好？就虽然你们今天收门票了，但是我觉得是鼓励一些还没有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去找你们朋友，我觉得做一个尝试，因为刚好有原住民文教基金会。他们给我一个补助，我想要做的事情，想很久了，然后试试看，就期待12月18、19 2天，一场在台北，一场在高雄。然后网络上还没有消息，我先预告，然后你们可以去，看上网 Facebook 打Suming SUMING Enter 就会找到，或者打金马奖最佳新人 Enter， 就会找到了。就打到我的 Facebook， 部落的最近比较少写，因为比较没有什么时间写。然后18、19号也是我的 EP 的发行的签唱会，这样希望大家给我多一点鼓励，我会继续加油。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是之后吧，就2月份，我想要，因为要具备那种条件，你知道吗？我想要成立那个2月份在我们部落那边成立一个属命的歌友会，然后我除了会唱歌演戏以外，其实我还是一个厨师，知道吗？你没有看过偶像煮菜给你吃啊？型男大主厨，型男到你家做菜，就到台东。如果有机会你们来台东。我办板多啦，原住民的板多，我煮料理给你们吃，好不好？有2月份没错。我还干嘛？我还有开过画展，你应该不敢相信吧？还做过手工艺品，还在史前博物馆展览，我都还活着，还展到史前博物馆。我很多身份，你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认识我。那我慢慢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作品。好。我要请我的小帮手。我因为线绕在地上，所以我转1圈了，不是很帅啊。来，请我的小帮手沐晨，那个薯饼，